3到4人居屋單位點樣先可以做到3間房又有光廳？今次尼個設計案例一定唔好錯過。單位以原木奶油風做主調，配合大量訂造家私、地台收納同燈光設計，令空間感同實用性兼備，同時做到3間房私人空間。客廳採用地台設計，除咗增加大量收納空間之外，仲可以自然劃分客廳同玄關區域。地台圓角收邊令空間感更柔和，同時減少撞角。屋企有小朋友都更加安全。客廳同飯廳之間利用長虹玻璃作間隔，比起實牆更加通透。餐邊櫃唔單止係收納櫃，更加設計成屋企 coffee corner， 搭配淺木橢圓餐桌，輕薄曲線餐椅唔佔走道。客廳進門用櫃間一個兒童房，高架床加衣櫃加懸浮書台3合1，一間房同時容納瞓覺、做功課、收納衣物功能。房門選同色淺木平板門，無多餘雕花，簡約平整。之後大房係一開二設計，利用錯位式做法，2間房都可以做到獨立私人空間。同時每間房都有床、有衣櫃，甚至有梳妝台。廁所就拆晒原有嘅佈局，做3段式乾濕分離佈局，分為洗手台幹區、馬桶區、淋浴濕區。廚房延續全屋淺圓木風，做 U 字型櫥櫃、奶白吊櫃、淺橡木地櫃雙色搭配，純正淺色牆磚，線條簡潔乾淨。